我知影这原起舞团体他们因嘛是拢继续，我即摆邀请这个就是住甲阮迄个，甲我厝迄个阿门 Community Center， 因拢逐礼拜伫遐练习吼，也真辛苦。我特别邀请因讲，因跳舞煞了，甲咱吼带动一个暖身操吼，因为咱坐规工啊吼，所以我希望讲大家会动的时，咱就起来活活筋骨，那学着他们做几个软体操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热身减肥关节操以活动身体各关节为主，也是太极气功18式和少林气功的热身功法，有增强体质、减肥健美的功效。热身减肥关节操现在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7，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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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7，换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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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2、3、
表演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